咱要为咱分享的信息是创新思维，咱甲时间交互蔡老师。各位所敬听，咱英国教会兄弟姊妹，中祝大家平安。真欢喜，阁有机会倒转来伫咱的教会，甲咱三甲来敬拜上帝。伫阿袂讲着来先有亲像感觉着。因为教会，咱亲像我出身老母的教会共款，因为我一个入来，真侪人就咧甲我叫，真歹势，我未晓甲你应，嘛毋知影要安怎甲你下后，我等你感觉足歹势，因为我伫读新学年的迄个时，1977年，住伫咱的教会，旧的以前是旧的，李崇的牧师的时代。我伫中山教会咧工作，拜六礼拜，拢住伫遮，有当时拜无就伫遮。李牧师礼拜即拢牧师娘拢会煮卵互我食，白迄个水煮蛋伫遮食卵。伫迄个中间，安尼较含阮牧师娘熟悉啦吼，安尼熟悉。过年就结婚，诚紧。一望你去已经结婚30年啊。伫即个中间。无拍算我做传道书的时，是咱毕业，受派来到伫草港会，咱英福教会最侪人关心即间未先做同会的教会，教会咧办托理所，大家拢真出力，后来有买土地，起厝、起礼拜堂，通我讲，咱的教会真正是帮助即间教会成长。所以过无几年。我有做食委员的董事长，伫遐起礼拜堂，咱现在食委员伫礼拜堂遐，咱的教会也有限关心伫遐。听讲9年了后，咱毋但关心食委，搁关心即寡坛的教会。到今仔日，咱中间有人也担当食委员的董事，我真欢喜，因为20年前我伫遐起礼拜堂，后来咱英国有人咧关心，时间过得真紧，我即阵是伫淡江高中咧侍奉做校务。伫2007年，咱的学校长老教会学校有创办小学，这是唯一长老教会唯一的小学。到今年已经有6年级，每年就第1届的毕业生。我一个来，我咧看到校咧成长，是我真重视学校历史。我一日来看到咱教会郑医师讲你爸爸陈连坤伫学校40年前做董事长，做几啊年，伫学校真困难的时，公务了后无偌久，学校真善车，学生真少的时，伊伫遐担迄个木管，伊的囝儿伫咱的教会当我代表淡江来的时，咱的英国教会也为着淡江奉献超过10万以上，这我是真好奇去想讲，有再来淡江中学时伫属伫北大中南部遮无人咧关心，总是咱的教会不只真出力。到伫今年的8月初，受邀请会当伫即个所在讲道，也是少年咱所敬听的英文长老。艺术长老个别礼拜伫遮讲道，所以咧为当我回想这30年来，真侪通感谢，但是当我若袂记一个时，就怪咱教会袂记一。信仰拄拄咧帮助咱相信会记一，伫咱的人生的中间有侪上帝的听。伫即个中间，互咱就开始阁有一个新的思考。今仔日咱读即章的圣经，即个基甸。上帝拣选伊，阁嘛互侪人欢喜跟对伊来面对敌米甸人来相战。总是上帝感觉即群人无教业信心，行赢论的，就交代基甸讲：你去宣布啦，免得恁来赢，讲靠阮家己的手，我袂当将因交伫恁的手。你就来宣布，既然行赢论的人通好倒转去，
然后转去22000个，剩1万个人，也我搁讲1万个嘛伤济，安尼啦。我要为着你来考试，啥物人会当赢就留咧，袂当赢佫见得对不对？咱认为，咱看到咱做太太就转去啊，转去较好啊，转去就无代志做啊，转去就免担责任，转去就免挑战，转去就免伫遐咧对着相争。其实，你若是做一个老师啊，我伫学校做老师，会做好好。有当时咱真疼惜的细囝，毋是伊真晓读册，毋是伊真有好的表现，是即个细囝伊有家庭破碎，伊的生活、思想各方面有真侪困难，咱要想要带伊听，带伊救来伫身躯边。当时有一日，伊个性地严个，甲含老师舞猪舞狗，老师佫惊伊，无管，教官就讲，请你回家，倒转去，倒转去。我伫淡江已经拄着几件即种个咧，倒转去要创啥？去7-11要打工，我打电话讲，蔡公司很希望你回来。不行呢，校长说我不能够回去。我问你做什么？我在这边打工。认为咱来用即种个心境来咧看讲，摇花疼伊的百姓，以色列，佫有一阵的想要甲基甸做去烧一个人，伫迄个时阵叫因倒转去，叫因倒迄啥物的感受啊？台湾讲等去食家己就对，等去食，受气咧。然后伫迄个考试的中间，竟然是讲。传到伫河边，河的迄边是对着传到河边，竟啉水，啉水的是讲，安尼叫做咧考试，就毋是咧比赛讲，水会当啉偌济，像讲啉米露会当啉1500cc，特别啉愈济个，毋是啦，毋是咧比赛啉愈济，是咧看上帝咧竞选，迄个有诶拍落去的，有诶跪咧。拍落去，咱像狗安尼，拍落去就伫安尼拿水。有诶是规咧咧啉水，有诶是徛起来，手捧水起来。另外，咱咧看即站的圣经，我来讲一个题目叫做“新的思考”，耶和华开用安尼来咧面对基甸。对基甸来讲，做一个领导者，一个领袖，已经有即阵人要甲伊相争，上帝较一个来，讲袂使。这是伫心里面，互咱有一个新的思考，为什么上帝较用这种方法来咧竞选人？认为伫信仰内面，咱来确信，毋是我竞选上帝，是上帝伫众人的中间竞选咱。竞选了，毋是讲竞选了就无代志做呢，竞选了哪，互咱有使命。所以约翰福音伫遐讲啦，毋是你竞选我，是我竞选你。佮找起你结侪果子，你若要结果子的时，会拄着困难，会拄着挑战，会拄着恶当中，你通去奉主的名来祈祷。既然你所求的就要应允伫恁的中间，认为这就是咱的信仰。咱今仔日我要用即站的圣经，甲咱三个来思考3方面的代志。头一项，上帝叫基甸讲：你带即阵人来，我袂当将对敌交伫伊的手。行了，因夸口讲靠阮家己的手来得着胜利。你若惊赢，恁俩人通好倒转去。你去宣告，会惊咧，通好倒转去。认为我特别把迄个宣告安尼考起来，宣告。认为咱每一位受上帝竞选的人，伫咱的生活中间，不断就是咧宣告，对众人宣告，伫上帝面头前宣告就是种我徛在，我是上帝所竞选，我上帝，互我有使命，我徛在宣告。认为。其实基甸要安尼宣告，这样代志是对基甸一个极大的挑战。基甸当上帝找使者竞选伊的时，伊就伫遐来上帝讲上帝啊，
我是马拉西巨美市的一个，阮兜是家己产车，你为啥物拣阮遮？你拣我即个，一点片啊，都也袂当做啥物？上帝讲我拣选你，因为我要甲你伫咧，你就开了通一个人甲别个人相争，敢真正安尼？基甸就求上帝求神者，上帝真正爱你个事，神者。后来上帝讲好。我要互你经验着我，真正互你有开力，看你有够也勇敢无？你今仔日去比甸人的所在，将因的性命来拆毁，来暂暂的来保卫一生。认为这对比甸人来讲是一个极其大的侮辱。比如来讲，把的是因的性命。啊，为什么较会使把伊个性命？咱是有人来到教会，拆毁咱的十字架，把伊啊拢排去较无要紧，但性讲来到十字架拆毁，这对咱来讲是一个极其大的侮辱的代志。所以，比利人就出来讲，打一个人拆毁阮的物件，将伊搞出来，我们等正人民来处死。迄个时。以前的老爸徛出来，圣经记，伊徛伫众人面头前，伫遐讲话，正比甸人，恁今仔日做这样代志，敢毋是就是要救巴勒嘛？因为伊受拆毁，恁今仔日要为着伊来救巴勒嘛？我要甲恁讲，巴勒若是真正的神明，伊家己会当救家己啦，毋免轮到你。巴勒若是真正的神，伊家己会处死。这个拆毁伊的人，哦，讲这句话无简单。这比甸人讲对哦，我相信这个神，伊家己会处死。伫迄个时，上帝神降临伫基甸，基甸也分好甲，就侪人跟着伊，哇！无人对，阁无要紧，一大群人军队，伊拥护伊做领袖，要甲米甸人相争。伫迄个时，伊选入内，甲上帝讲：上帝，你敢真正爱我带因去相争？敢真正无安尼啦？明仔载吼，我将一员的油门吼放伫旷野，啊，明仔载起来，这个油门拢冻落落。啊，四周围遮的稻草哦，拢大个个，上帝你敢若落雨，敢若落一角就对啊，落一角。叫你一日起来，油门哦，毋若冻落落，沙下准落去规面桶水。上帝啊，你莫生气啦，啊，无搁再一遍啦，搁再一遍。明仔载吼，换即个油门拢大个个，啊，四周围拢冻落落。一个明仔载起来，真正是安尼。认为，若讲好听，是基甸真理性，小心求证。上帝，你真正；若讲歹听，就是无信心、骄疑，毋敢用情。意思讲，上帝，你敢真正拣选我，无拣别个啦，会使免我啦，我伫后壁对恁就好。所以咱今仔读圣经的第7章的第1节，安怎讲？亚罗巴勒就是基甸，特别把亚罗巴勒提出来。亚罗巴勒的意思就是，伊要甲巴勒相争，得着胜利，啊，袂记这啦，袂记这啦。圣经的作者特别把亚罗巴勒，来为伫咱的信仰内面，咱就常常会记这上帝伫咱的心中行奇妙的代志。若存感恩的心，这种的感恩会互你有。开力，佮向前来行。巴勒带因来到伫一个所在叫哈伦，哈伦迄个意思就是行行，轮的所在，认为咱伫即个世界，咱常常会去面对着四周围的对敌，咱徛起伫一个尽头，咱行行的状况的。后我讲，你去台宣告，一个领袖啊，定听着后我甲伊讲，你去台宣告，讲惊吓，你袂通个倒转去。
啊，伊真正就安尼记，讲好听，伊是人讲一句话，伊传一句话，这个叫传声筒。这个叫做宣告是无？靠你宣告讲惊的人，我倒。伊若是一个真有信心、勇敢的领导者，你就伫遐宣告讲：耶和华拣选我，耶和华应允要互咱这个胜利，耶和华要甲咱三脚地地，咱就有信心向前，的确会打败对敌。因为安尼，若惊的，你现在通要转去，安尼是头前一句较要紧，是后边一句较要紧。头前一句较要紧。这叫做见证，这叫做伫历史中间唔通袂记住上帝安怎伊应允，起了伫上帝应允，起了伫上帝册间，来为宣告是真要紧。我2礼拜前感恩节是伫艋舺教会讲着，艋舺教会我一个字面条表写倒手边。服务台倒手边要一个大零件，写去礼拜堂的历史。食伊面牧师伫遐做牧师时，20年前去，其中有一句话，讲阮的教会伫187年，艋舺来遮传福音，搬徙真济所在。头一边起来礼拜堂，伫1880年代，常常黄金石头，互人拆毁。伫迄个时，艋舺徛出来讲，咱要搁伫原来的所在，起礼拜堂，结束，艋舺才学到的，若咱拆毁，咱就要搁起一间比现在较悬，搁比甚至比龙山寺较悬的教会。所以早前会放到教来去，讲，是艋舺来传福音的时阵，伫正下的即卖，伫咱教会拄着攻击、受陷害、软弱的时，伊伫遐宣告。时间，我若是做导演咧拍片的时，我来要转去到。1850年代，前后差30年。1850年，艋舺差不多7、8岁时，有一帮老爸叫伊甲哥哥Alexander，伊是 George， 恁2个去捡石头，然后用火烧，花岗石用火烧。用迄个冷热冷甲烧，伊90点钟这石头拢劈开，劈开就有迄个石头的纹，一片一片，然后用火来起厝，对尾落山，艋舺看着讲，遐搁一粒石头，头落4尺大，艋舺当时甲伊哥哥咧用去。像拿捡茶枝来咧烧，伊个同学，伊遐边东畔厝边隔壁个囡仔嘛来斗骹手捡手机斗烧者，囡仔来当烧捡手机烧嘛，感觉真欢喜，大家拢转去啊。哥哥讲啊，日头嘛，对要落山，咱若工课做到遮就好。毋是，艋舺拢跳起来，徛在石头顶面，拳头无金嘞，我的确。要把这粒石头来拍破，我袂当互石头来赢过我就袂来烧。话讲了后，走去树拿捡手机，搁是继续烧，烧到这样，啪！伫石头后面，你要撇的时，对门听着老爸咧叫，叫一，等下食饭哦。等下问阿兄儿孙就讲，今仔日开口换，真的就甲爸爸讲，就是讲，伊即开始来遐石头，用火烧，石头。迄暗，
妈妈甲爸爸食饭的时，用因原来原住民咧讲，袂爱互细囝听有。就讲上帝啊，若是你应允，互我的细囝有即点好的信心，去打破人真硬的心，人真硬的心会当打破。认为细汉的时，徛伫石头伫咧宣告，经过30年后，30外岁时。徛伫龙山寺附近，艋舺即个在艋舺岛徛咧宣告，认为这叫做信仰的见证，信仰的领导者。因为兄弟姊妹，咱就是种伫信心的内面，你就有所看见。所以有一条歌叫做《眼光》，捌听过无？有，不是有的。不管天有多黑，星星还在那里闪亮。不管暝有偌长，透早的黎明早已在那等待。不管山有偌悬，信心的脚步会当来行过。不管路有偌远，心中若有痛，就当行到。什么人会当抹过艰难？什么人会当熬过心内不准？什么人伊心中有梦，就是上帝的心，互你看到伊嘛。这首歌就是今年毕业的学生上爱吟的这首诗。我也真欢喜讲，我伫淡江有学生真爱听这诗歌，这诗歌咧帮助细囝。信心来面对人生有真侪挑战甲艰难，无共款的时代有无共款的艰难，所以伫信心内面，上帝咱是咩看？上帝讲，我袂当将交你的手，免你啉夸口。当人少的时，你得更加仰我靠伫上帝；当你软弱欠亏、含慢的时，失败时，更加仰我靠伫上帝。第二方面。也我讲，即摆的人嘛上济，我为着你来唱，来为已经是来到伫前线要烧战。你若要去竞选人，若要考试，你都伫后壁，伊还未出发的时，已经来到遮。来为即个，甲咱讲啥物代志？上帝伫咱的人生的中间，不断用特定好的功课咧，甲咱试炼啊。耶稣若出来头路伊的时，今才40年久，何莫过7年？一生的中间，拄着最切。你我大家无因为讲少年人试炼较济，啊到中年人就无啊，年老就无咯。无共款的试炼，也我讲我为着你来试。啊，伫这试这个中间，咱知影试，老师真要紧的一个功课，就是爱会晓出，毋是出上帝，会晓出考试单，通过这个试来。去这个鉴别度来分别个哦，为这较高，为这含普通这较含慢，考出，毋是凊彩3条考试我考5题来考，毋是啊！我所教的学生，我来出啥物款的题目，会晓回答这条代表为啥物？啊，会晓回答这条代表叫做鉴别考试，上帝通过考试哩，其实上帝是展现出咱内在信仰的潜在的能力。这个试啊，的背后就是咧分辨啊，来分辨。在咱做祈祷文的内面，愿你的名圣就是在咧分辨。伫分辨的中间，去敲出着迄个意义甲价值啊。为什么咱把礼拜这分辨？咱无做其他的代志。你愿大家上帝互咱对信仰内面，咱有做这。甲人无共款分别的所在，啊！伫这个分别的中间，你会感觉真有意义。你若无分别，逐项都凊彩，逐项都马虎，逐项都随便。我是大人，伊到67岁才来信主。92年老时，伊有过血压，啊有咧食药啊，啊拢来中医遮摕药，后来我带伊去台北，伊妈来摕药啊。
有一个习惯，礼拜日无要食药啊，礼拜日敬拜上帝，无要食药啊。我毋知道咱中间慢性病，逐日拢爱食，个礼拜日无要食。啊，我嘛知影，讲咱中间吼后中秋讲，礼拜日我要来敬拜上帝，无要食早顿的。哇，这无要食早顿的吼，是阮舅仔呢，讲会知影煮午餐一汤互我食，我感觉。一个会早无要食饭的人吼，啊，款午餐一汤给我吃，我食得真感动。我去跳舞，吼，会早无要食，讲节目转来款我这午餐一汤，中昼午餐一汤，透早午餐一汤，食啊心啊真温暖，无像牛老讲今仔是几度，一早17度，哦，伊来应一句讲，伊知影食了足好食，所以吼拢袂惊寒就对了，袂惊。这叫做分别啦。伫迄个分别的中间去敲吹着迄个意义，新鲜的背后就是分别。上帝伫遮讲啊，我要带因试因，啥物人会使用就留着，袂使用就互因断，这叫做分别。你分别了，你知迄个意义甲价值的是，你就无共款的思考甲看起。你为什么我会当做拔河的国家代表队的总教练？我有对到一个真好的老师，日本人，叫满吉马桑。伊毋是干那教我足侪拔河的技术，佮伫拔河的做人甲天理其中有一项。伊讲蔡老师，这条绳要互你有困难，这条绳要互你有真个思考。你的脚袂使去打绳啊，这条绳是要互你手筋的。安尼听有意思无？有真正人做裁判，骹拢惊打绳啊，让骹去打，啊绳当涂较拖，啊一条绳阿西阿山。我老师讲，你绳要认真听，因为你把这条绳当作有性命，要用真好的态度，然后通过你认这条绳时，互你有真正感情，有真正思考的代志。这叫做分辨啊！你分辨的中间去敲出着迄个意义。所以我永远用安尼咧教我的学生，所以真欢喜。我侪学生，即阵伫世界舞台，拢有真好的成绩。南投、台中、台北、南部，即种的分别是真要紧。咱若对上帝的信仰的分别来应用伫咱的生活的中间，我要你讲，你有伫真个领域的顶面，真个领域顶面，你是能够出人头地。甲上帝用灵水来考验我捌伫保利基督教医院，保利是顺讲我无年甲食无事所创设的山地基督教诊所，后来到今仔是中国发展。伊教育无事，1970年过身去，你像40年前，过一年了有出一本揣纸安尼我即摆去看伊。所写的文章，其中有一篇我一生的挑战。伊讲我第一个挑战，就是伫1950年代，我对日本倒转来，伊头面太太结婚了，对日本倒转来的时，伊有加入伫山地巡回的山地巡回的医疗团，啊，拢伫山顶。啊，阵敢伊东港有一个叫中浩路，啥卢牧师，捌听过无？卢春中牧师，咱做伫山顶来讲。伊描写一个讲，我第一个挑战就是，我伫迄个山路弯，有当时按落来刹车，我行伫迄个真弯曲的山路，佮甚至夜先倒伫迄个涂骹底下咧困，佮甚至伫山顶雨雨真济，身躯暗甲冻落，总是。我心底讲，我甲上帝三个行，我就是咧拯救人的性命、人的灵魂，我就无限的兴奋来为伊大形容讲，这是上帝予伊的挑战。伫这个挑战的内面，我去敲吹着迄个意义，我就有非常无限的兴奋，种的感情啊！咱经过想想，就是这种的人啊，真伟，其实。等于对安尼1950
502刚就到1970，拄是前后20年久，车祸过身。到1992年，台湾开始有医疗奉献奖的时，咱的国家颁予医疗奉献奖，感觉真奇怪，过身20年啊，还搁咧颁予过身去的人，唯一的到即仔，敢若唯一的是交易法师，咧为。人生是会拄着试炼，拄着挑战。你若无用信仰来面对的时，你安怎会讲？我去体会着迄个意义，然后伫迄个意义内面，互我感觉我真幸运，因为无人会当有我即种的感觉。啊，这个你有一个新的思考，你要产生。来为，然后上帝讲，我要竞选的就是迄个徛咧啉水的，徛咧，毋是拍咧，毋是跪咧。徛咧啉水，迄300个人徛咧，但是心仔内面讲，即个徛咧是啥物意思？徛咧代表伊无袂记，伊是军人的身份，伊是啥物话？上帝面顶要甲别人相争，我徛咧，来到伫河即边，对我，虽然我会当啉水，总是我是徛咧，无袂记我的身份。搁另外一个解说就是谨慎。坚信，我无袂记住我是上帝，来为最上帝行一面，我上帝竞选做兵丁，来勇敢进前。咱今仔所念的这首诗是马街选这首诗做早前动工的校歌啦。耶稣基督兵那是校歌，对。耶稣基督兵，你搁落去有啥物话？着安怎？好大进前。你我大家做兵丁，拢会满足惊吓的事。啥物叫做勇敢？虽然心内有惊吓，总是我勇敢进前，因为上帝应允，上帝甲我三甲地地。这叫做勇敢，毋是勇敢的人袂惊吓。勇敢人永远会惊吓，总是伊确信上帝甲你地地，伊向前来行。咱知伫法国大革命的时候，有一个将军叫做华拉丁。华拉耶，这个将军吼，伊有讲一句话，伊讲，咱的人生拢会惊吓，会拄呢，总是常常伫咱的人生回想起来吼，迄个惊吓愈大时吼，咱愈体会着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心情行伫你的心上。因为伫你愈惊吓的时，你愈徛在面对上帝予你的使命，面对上帝予你的身份时，你徛在的时，你永远向前袂行。你为这个最勇敢，徛在虽然是剩300个，我永远是徛在。虽然是基甸的老爸拄着正人要掠伊的囝来处死的时，永远徛在。我把这个徛的形容是啥物话？因为我是古党出身，古党徛在，安尼叫做成功啦。徛袂在就无成功，安尼听有无？你也是爱徛在，要有停止状态徛咧，啊，佫会在，毋是干那徛咧啊，徛了会在，徛在。哈巴谷第3章我你讲，耶和华是我的开咱，互我真像乐宝的地，走真紧，佫互我会当徛在。伫关山顶徛在，来为虽然是300个人，上帝爱这300个徛在的人，有真直的人，来面对上帝所谓的使命甲挑战。咱知今年咱的这个今年年中，这是真杰出，真杰出。这3年来，咱的2009年，咱的女的伫世界运动会摕冠军，世界运动是4年一变。伫顶一个月，伊嘛受选，要代表咱的国家伫明年去哥伦比亚拼世界运动会冠军。但是即个中间，伊就参加所有全世界的锦标赛啦，迄个室内室外拢摕冠军。伫今年9月伫瑞士比赛，哇！这室外比赛，大家人讲真热，这外国题目，特别是瑞典。咱540公斤，输因咱第2名，因第1名。佫有另外一级是500公斤级的。
记者来采访教练讲，啊500公斤会当摕冠军，我一定要摕冠军。我是属于500，到底500公斤比赛是7个国家循环初赛循环，我去输，我循环输。如果在迄个比赛是循环前4名拢去你拼冠亚军，所以咱是第2名，啊第1名伫这边，啊再搁一个第3名，搁一个第4名，安尼一起哩。到冠亚军拄着，这个教练调转来时，我就来问讲，伫迄个时阵，你安怎对选手讲话？然后我又搁问伊个选手，上尾啊一个人，当最后一场咧拼冠亚军的时，你心内咧想啥物话？这个教练甲我讲，蔡老师，论体型，论年岁，论经验。论体力，咱逐项拢输啊！初赛都输啊，国赛，要安怎样？伊讲只有用志气，用忍耐。伊甲选手讲，咱伫初赛是3分钟输，请你听我指挥，不管咱赢输，咱交杯，咱要战到6分钟，战到6分钟。加倍，我讲为什么你开加安尼讲？我平常时练习的时阵吼，练那个球速啊，就6分钟以上，6分钟以上。所以咱要有志气，不管样，我就是要球到6分钟。大家拢听教练的指挥，一个球落去，咱嘛是输啊。总是咱的选手一扛真动啦，一扛你徛在，无因为对方的力真悬、真大、真强。啊，我就安那稳落去，让落去，歪落去，徛真在，互你救，互你拖，那就我们的刹车刹进来，拖你拖。又到4分30秒，对方又袂行，又袂行喏。可是奇怪，开头我都又袂行，开车又袂行，结果是初赛时咧又3分钟，出来结果4分钟，开又袂行。又袂行，我啦，我就看拼死命摇，愈摇愈低，愈拉袂去，拉袂去，咱的机会啊！我输总是我徛真在，你赢，你拉袂去，过来就是我的机会啊！就甲对方扭倒转来，安尼就赢，安尼听好无？认为这叫做志气啦，输搁徛真在，咱伫人生的地方有人吼。当时咱的感觉是，就是你真起来，健康天好看，腰真直，徛真在。第2场个就是，毋免甲4分30秒，2分钟就解决啦。所以我问迄个选手，最后讲，你咧想啥物？我咧想讲，只要是决赛第1局若赢，伊的确无信心，咱的信心加倍，所以教练头讲我要6分钟。我6分钟叫我搞，袂使换倒。认为，啥物叫做徛在？啥物叫做腰直？伫咱的人生里面，毋是赢的时阵，较咧腰直徛在，伫咱任何状况的中间，徛在面对上帝的恩典，面对上帝的竞选，面对上帝互咱使命，咱徛在永远会当有真正的体会。请咱上个阿头来记着。万观音的上帝，叫你帮助阮的教会。阮是一间基督教会，就是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的教会，伫你的正手中间有永远福气的教会。阮即阵兄弟姊妹欢喜来到伫你的面前，领受上帝你极大恩典，也领受上帝你互阮的使命责任，三甲有分甲出你三个当行。检查阮有软弱，有失败，有惊吓，叫你帮助阮，阮无袂记住你的恩典，靠遐阮应。伫要迎一圣诞节的时，阮确信你的光照伫黑暗的中间，互信的人也得到上帝的温暖的光。阮确信你听阮
在座每一位，伫现在这时，搁较体会到主力极大无比的疼，伫阮的中间。阮来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名，阿门。